三聖公子專程飛去上海，大談台海唔會再起風浪，點知中國轉頭就發動圍台軍演。不過股市完全冇被嚇親，台積電、TSMC 甚至領軍帶動加權指數一齊創歷史新高，內資直情係暴力拉抬，完全走出自己嘅獨立行情。台灣啱啱經歷完 7.0 級強震，市場本嚟仲擔憂科技廠啲機台會唔會出事，點知台股唔單止冇崩盤，反而開高走高，收市大漲254點，收喺28,810點，再次刷新歷史新高。呢啲就係底氣。台積電收喺歷史新天價1530元，市值衝破39兆，簡直係股市嘅定海神針。第一銅2009亦都隨住國際銅價走高，喺度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呢件事，因為銅價往往代表住未來嘅經濟前景。問下自己，你有冇抱緊手上嘅好股？